你毋是咧食头路嘛？啊，你来讲你个耍乐团，就讲耍乐团就煞啊，你为啥搁要写歌去抗争？因为过去活伫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所以因拢会惊讲，阮囝敢袂到，其他日困起来，明仔就叫人掠去。拢一直甲我讲，你安尼叫人乖咧。望天高望地咧，望阮这当球啊，修成无问题。落落咧注意啦，感谢你来听惜故乡的做田人。以前我做讨厌，我是一个庄头囡仔。今嘛我感觉我做幸运，我是好家仔，我是一庄脚大汉，我会当骹踏实地，真正是实地呢，骹踏咧涂骹，伫田里安尼走，手啊骹安尼顶拿安尼软安尼软，是遐个成长的过程，互我才养分。做事爱认真，做人笃定真。欢迎收看《顶真人物》，我是孔阿文。伫咱台湾的每一角事。咱总是会当看到一寡做无共道的人，有的是真的专长，有的是真因的困难，在守护土地、环境，甲看顾有欠缺的。有的是会晓讲，会晓写，会晓演，会晓唱，透过文化、艺术甲演出，伫传送台湾的价值，甲为台语的传承咧拍拼。因毋是做大事业、赚大钱人，啊，毋过实实在在。伫个节目内底，咱要来分享因拍拼过程、因坚持理念、甲因生命的故事。伫今仔节目，咱要来介绍一位真爱台湾的土地、农村的少年人。21年前受到北美炸弹客游龙门的启示，成立农村武装青年乐团，真认真用歌伫传送因理念。啊，因的专辑也阁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江玉达，人拢叫伊阿达啦，是着北美炸弹客杨路门感动，创立农村武装青年乐团，唱会大大小小社会运动甲抗争活动，毋望替台湾这块土地写甲侪在地歌。今年创团11年的农村武装青年，最近开始展开全台湾，都包括海外、马来西亚、香港的小所在巡演。主唱阿达讲，当初因就是这地方小所在小天，才有法度会使慢慢啊成长，即马有做出一寡成绩，所以就想要搁用音乐来回馈这一路陪伴的朋友。阮11年啊，这11年来其实是真侪朋友斗相共，我感觉是一种相帮伴的精神啊。对啊，大家互相。阮一开始想完全无名，我拢去一个册店嘛，就讲洪雅书房，现在册店，就讲阮想要去遐唱，好啊，你拢来啊，真正嘛是啊。所以这11年来，我拢一直是用这种方式咧走唱啦。所以拄啊今年拄啊阮拄啊出版这金曲地啊，佮拄啊入围金曲奖，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这个骄傲是大家爱做伙去分享的啦。虽然那夜即天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也毋过有真侪来自各地歌迷专工来到关西听因唱歌。有真侪歌迷拢亲像实在真久的老朋友，因讲以前大家拢是定定小拄伫抗争的场合。以前伫街头就侪运动啊，拄到因318啦、918行政院拢有表演啦。真正是为土地、为这弱势来发声，毋是甲普通咧唱歌、打咧唱颂安尼啊。农村武装青年伫2007年成立，阿达讲，伊10月份开始听摇滚乐，高中才开始学吉他，
一直到做兵的时阵，伫新闻中看到杨鲁门的爸比炸大客事件，对伊带来真大的刺激佮感动。自迄时阵开始，本来拢是做乐手的伊，才决定要家己创立乐团，来创造一片土地音乐。农村武装青年的名，就是向杨鲁门来表达敬意。因为我家己算农村大汉的囡仔，但是对我来讲啊，我感觉这拢跟我无关系。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嘛感觉。农业甲我有啥物关系？我都袂去想啥物代志。伊伫甲养母们的事件，我才重新感觉讲，伊就甲我差不多岁啦，叫我2岁尔。啊，为什么伊当20几岁尔就做种代志？有当为着家己的故乡才会做事人，啊，为着农业，伊可能就是用较激动的、激烈的唱段去做这样代志。但是我就想讲，我会晓写歌，我会当用歌甲创作去写这个代志，写土地的故事。咱要来欢迎这龙川武装青年乐团的主唱阿达来上顶真人物现场。阿达，你自细汉就是一个爱唱歌、爱音乐的人吗？对，我真爱唱歌，就爱音乐的，真的。无唱歌就感觉困袂去吗？应该是讲我嘛真爱听歌，啊听咧就对咧唱，唱的佫发觉讲，我家己敢若唱得袂歹，啊甚至讲我定唱歌，人拢会去学乐讲，哇，这囡仔哪会遮好唱歌，啊人愈学乐，我就佫愈爱唱。所以这个爱唱歌是一个本性啊，对吧？应该是安尼讲。啊，对于因为爱唱歌的人，当然是望拢有一个舞台，会当唱歌，互人除了唱家己爱唱的歌，啊，互人有一个谱仔声鼓励以外，后来你家己成立这个乐团，真正就是受到杨鲁们的家己影响甲启示嘛？无毋对，因为我算乐团算应该算几落年，对学生时代啊。但是尾后我拢会感觉讲，这农业这，比如讲阮的故乡庄脚，敢若会想要离开迄个所在个。无想要去管讲啊，农业有啥物问题，但是一直甲杨鲁门迄个事件，我才开始思考，哎呦，伊是伫咧大理林，阮地条去算近，啊，为什么伊遐尼关心农业？啊，我煞拢也想要离开迄个所在。这嘛袂当怪你，因为咱台湾的社会过去就是感觉讲啊，你也会使，你也会晓读册，你也有才调的话，你就莫留落来伫遐种田，莫伫遐做事。所以我相信这是一般迄个时阵住伫个算做较庄脚，还是讲有做事的这家庭，大家拢可能有安尼的愿望。有啊，就是敢若你着一心敢想要离开，啊，可以想要听恁想向前行。我想讲好啊，我若看到有机会来都市，还来台北拍拼呢。所以其实你迄阵读东海嘛，我知影你读东海铁学，啊，读了阵啊，伫个台中迄个阵阵啊调的嘛。都调了啊！我在想讲，看我都一世人住伫遐呢。一世人住伫遐，啊，你爱音乐，你迄阵是一边算啊有找啥物头路？我迄当阵，其实我当退伍的时阵，我做过业务，卖过乐器，去做几啊项啊，尾啊，家己去开一间咖啡厅，开差5年就倒去啊。袂歹，咖啡厅也可以当开了5年。对。啊，我是咧开咖啡厅迄个同时，我就一边咧写歌、算音乐啊。对。啊，迄个时阵你想到这人讲这幼儿门的启示，啊，开始关心要来关心咱家己的这农村，关心咱家己的土地。迄时阵是安那？阵啊，规个人是，我们讲规个对着这农村，还是讲对着规个对着社会，迄目睭是去人拍开啊吗？有，我感觉迄袂输甲一个开关向切开，迄个杨鲁门的迄个事件切开安尼。对，就是，可能是我开始刺激着家己感觉讲啊，我嘛是一个庄脚囡仔啊，啊，为什么我有迄个机会？爸母互我趁钱，互我教阮饲大汉，互阮这个机会去外口读册，甚至读到大学。啊，我阁是读铁学的，需要思考思想的一款知识的物件。但是我哪会拢得到这知识以后，我袂去关心这咱的土地。啊，我看到杨鲁门时开始去反省，感觉袂使哩。阮咱个自细汉拢伫遐
伫遐佚佗，伫遐大汉，啊，遮个做事，遮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其实拢是阮厝边头尾，对啊，拢看我大汉的。啊，我就想讲，啊，为啥我册读了啊出去，都无要倒来阿妈，都无要关心妈妈。真正是出去就胖见啊嘛。对，就那是安尼啊。所以人生有当时做歹讲对无？就想想这个代志，其实和你本身这个事件，因为和你本身是无关系。无关系。你讲无关系，啊，毋过你看到了，亲像叫颠着啊。其实是颠着啊。尤其是迄时我看到，伊倒去互掠去关心，倒我咧做兵，我伫咧新闻的画面顶有看到。伊去互迄个放出来时阵，倒是我退伍了无偌久。头退伍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阵，我去重新去甲熟悉伊迄个新闻的事件，重新去买伊的册来看。哦，啊，就开始家己成立一个乐团。对啊，就成立这个乐团啊。啊，成立这个武装青年农村武装青年乐团，就开始世界行大，这个社运的这场吗？去站这个场吗？会当安尼讲吗？还是讲另外抑个有一个基因伫遮？无完全拢是这个基因。我当初成立着农村武装青年，实际上第一个是我想要为咱的农业农村，来去个农民来去发声。啊，第二样就是我想讲，我会当来街头抗争，来唱歌无？哦，你这个电真正叫雷公卡着呢？对啊，电足大呢。我以前也想讲算音乐尔，我无想过讲，咱来街头抗争，来唱歌，来表演。咱无有诶是讲啊，是不是在学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受到左派影响，受到讲对着这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有拢是对读大学的时阵去看一寡册，哦，开始有一寡启发。你这是真正是这听过了，电到像安尼电着。对啊，所以我妈妈嘛拢惊到啊！伊讲啊，你毋是咧食头路嘛？啊，你来讲要个升乐团，就讲啊，升乐团就煞啊！你为啥搁要写歌去抗争？这对着我感觉对着爸母迄一end的人，迄一辈人，这是较歹去想到，特别是虽然讲咱台湾有进步有开放，啊，不过总是对着你开始安尼站街头，迄当讲是站街头，对，站街头，开始在站街头。爸母敢若讲呢，有扭的无？会烦恼哦，伊就甲我讲，你会当卖无？你安尼去互关哦。啊，也个会惊啦。嘿，会惊，可能因为因过去活伫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所以因拢会惊讲，啊，阮囝敢袂到，今仔日困起来，明仔就去互掠去安尼。拢一直甲我讲，拢讲你安尼去互关呢？你真正是一规个安尼大爆发，就安砰安尼开始，真侪场拢去对无？有啊，真侪场拢去。伊当初只要是甲农业有关的议题，甲土地征收有关的议题，我拢会去，我拢去唱。啊，伫社运的场合所唱的，含你过去为着爱唱歌所唱的啊，去你的这舞台，这应该无共款吧？完全无共，因为伫街头抗争的时阵唱歌，对我来讲，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啊！因为咱今仔日大家全部人来到这个所在，咱共同的目标，对，就因为这个事件、这个议题，咱想要甲政府讲啥，是讲要讨什么回来。所以你去唱歌的时候，咱迄毋是一种娱乐的物件，迄是一款气力。啊，我用我的歌要甲大家表达，要甲政府表达，甚至要甲政府叫。嘿，啊，我来遮，嘛是要甲在座各位。大家做些鼓励安尼，迄个功能性是无共的。你敢毋知影？这对一个开始我讲袂当个对一个人的人生，这是一个人，包括这是人生观念的大改变的。个性改变，个性改变无？个性有个性改变，个性我迄当初啊，以早阮老爸算较严格，嘿，算较严格迄款爸爸。啊，所以我细汉时就是属于迄种有话想要讲，但是我拢唔敢讲，我惊去用骂，惊去用拍，所以我拢做侪代志唔敢讲。但是我知影我的心内是足侪问题的一款囡仔，我足侪问题。就是外口个看下，外表是看是安尼乖乖，人讲啊乖卡，点点，啊，毋过心内是
真侪想法啦，啊，甲思想叠加是，这算作是找到一个出口，真正互你开始会当，真正做你家己，互你家己一寡想法，连带着你看到什么问题，只会表达出来嘛。对啊，甚至我感觉迄个表达是，我透过一个我上喜欢的音乐，啊，把我规个透出来，规个真啊安尼偷放出来。对，我想讲，哇，这安尼，我已经找无更加比这更加适合的一件代志啊。真正是找到人生想要做、甲爱做，啊，佮做了感觉有价值的代志。有价值。对。所以因为迄几年的时间会当算作愤青吗？会当啊，会当。我常常嘛人讲我是愤青。但是愤青这几年，那亲像有所改变的吼。有啊，这几年去差不多有3、4年甚至4、5年的时间啦，我的人生有做一寡改变。啊，其实这改变嘛是对迄时阵愤青，因为我是一个拢会去一直不断来对家己讲话、甲检讨、甲反省的人。我做过的代志，做了以后有效无？还是讲有啥物改变无？我拢会去想，啊有啥物需要来调整的无？我拢一直想，人生嘛共款。啊，我去街头唱歌，这件代志嘛共款。所以我拢会迄阵就喺想讲，我安尼一直唱，去街头抗争，一直唱，到底迄个效果有好无？我其实家己嘛唔知影，但是我会点点仔调整，慢慢咧甲这件代志叫做，比如讲我会想讲啊，我伫遐唱，可能敢若政府可能嘛听袂到啦，可能会听到就是大家做伙来抗争的人。但是我即摆若是想要去改变一个价值观，我是徛伫遐唱，改变较紧，还是讲花时间去唱，去学校唱，去咖啡厅唱，去册店唱，去接触一寡过去毋是伫抗争场合会出现的人。对，我就感觉安尼可能。较有效率，而且嘛是我较介意做的代志啊。迄是一款我都爱唱歌啊，我将我的理念表达出去，啊唱互恁大家听，唱互无共款的人听，啊无共年纪的人听，啊大家真侪人听了以后，佫会甲我迄有一个回馈，讲啊我感觉你唱遐尼，我嘛真认同的，还是安怎，还是讲我感觉你唱安尼，可能甲我想的无共，我感觉真好，但是就是有一个机会当世界去唱，世界去唱，世界去。有哪去讲颠倒就对啊！嘿，对，所以迄个就淡薄转变啦，都变街头的迄个愤青。对，所以我第一道去迄个幼稚园，我去幼稚园内底要唱过一遍呢。所以有人会讲你转变足大的街头的愤青，到变迄个幼稚园内底唱歌的迄个大哥哥。哦。但是对我来讲，迄拢是一种革命的代志。即马革命对下骹开始，而且对这遮尔细汉的幼稚园开始啊。对。为我的故乡，为了这片土地，写了一首8爱组的儿歌。那我送给我的故乡彰化，送给这块土地，还送给各位专家的学者，也送给未来的孩子们。其实时间超过太多了，浪费时间。请你尊重我身为一个歌手的专业。3分钟时间限制。你敢有看去北海地，唱过细汉我的海边。你敢有看去北海地，听讲伊嘛叫做妈祖鱼，笑伫台湾的海边，亲像妈祖的宝贝。这首《北海地》之歌是阿达为着国光计划开发空间危害中华北海地生存创作的一条歌。伊讲伊伫环评会议顶头唱，开发单位竟然唔敢听这首囡仔歌。长大文办他们的总经理就
有点不舒服了，就说时间超过太多了。我想要奇怪，前面学者讲了4、5分钟都没事，我唱3分钟就说时间超过太多了。对，我就为了他，我又唱了一段，我看着他的眼睛唱，他都不敢看我。我那时候就发现，其实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的。他不敢听儿歌哎。前几年阿达介嘅农村武装青年，定定全省成员各种嘅社运活动，反陆生贴切，反塑化狗。苗栗大埔事件，为农地到总统府头前，拢会使看到伊头发布条，用音乐来斗相共唱声。2009年，因出版第1张嘅专辑。用这辈正一只的歌词，唱出这社会不公不义，政府对土地粗残，对人民的迫害。大声唱歌来干掉政府。阿达讲一开始伫故乡的妈妈定定听甲唱民歌。阮老母惊到要死呢，因为活过白色恐怖的时代啊，伊一看伊感觉讲啊死啊，阮囝哪会你母这场的？伊一直甲我讲你讲真的要安尼，你会讲乖哦，你会安怎啊？或者一直甲伊讲。时代在改变啊，真正无亲像你早安尼啊，真的在改变啊。看怪兽残忍破坏伫要修成的场啊，阿爸政府重铁人民的厝，看伫阿达眼内，这社会是真惨。为了写出愈较亲近土地人民的声音，伊亲临农村进行访问调查，嘛访谈环保团体学者，专辑完成就亲像在写论文，每一句歌词拢是伊深刻的感受。台湾的教育出身的。咱大家应该知识分子来讲，尤其是大学生，啊，包括我家己是读铁学的，我感觉咱一路安尼读，啊，读到我去读铁学安尼出来，其实到尾我嘛是拢感觉咱离土地足远的，所以我感觉迄是我出干政府以后，啊，我参与社会运动，我才有迄个机会，会当讲，迄人咧讲的接地气，就会当真正去了解。社会是什么款，而且是真正去盘烂。以静静是他哲学嘛，所以他脑袋就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想要去探讨到很多里面的东西，对，更深层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的歌其实一直在诉说他自己脑袋里面在讲的东西，所以他写一首歌要很久，对，很久的时间。不断的观察反省，用音乐来唱出伊的不满，也毋过年纪的增长，阿达的创作嘛慢慢啊有转变。伊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出对台湾的爱，互愈较侪人听到。岁月咧过，你会看较侪物件，你会感觉讲叫拢叫啊，啊骂拢骂啊，但是敢若无啥改变。啊，你会想讲会当用什么方式，咱会当更较常听到安尼啦。我咧想这样代志，就是讲你音乐写出来有法度，毋是干那讲你去街头讲情的时阵，才会咱所谓的同温层听尔。敢会当好，比如讲这街路这阿送阿嬷听到因会介意，啊，讲一般非同温层的人，因听到我的歌，会想讲，这个歌袂歹听，啊，咱会了解伊是咧写啥。阿达讲，伊认为社会运动最后嘛应该回归生活，愈较应该关心在地生活个社区，所以伫4年前，伊决定要离开大15年的台中，回去到伊的故乡彰化，伫丽水简单来过日子，继续做音乐。咱要继续来请教这阿达吼，阿达你安尼开始对着你的，咱讲路线好啦，吼，对着你的路线有一寡这几年有一寡调整甲改变。先啊，迄个时阵开始想讲啊，台中嘛是住真久的时间，住15年，住15年。对。啊，想讲搁要搬转。其实一方面是，我感觉台中迄个所在我无落去住。安怎？空气歹。啊，车辆愈来愈济，人愈来愈济，大楼愈来愈济。我感觉甲15年前我拄去台中读大学的时阵的台中，对我来讲完全无共。以前台中除了市区以外，伊外围就是拢农村。毋管是北屯啊、南屯，其实拢农村，啊，拢一层一层一层，即摆你去看拢无啊，拢变大楼。伊即摆变做是一个繁华世界。对。啊，伊超了我拄啊退伍迄个时阵，伊就开始大量去整修嘛。啊，咧做四地重化，开始起厝，所以即摆完全拢无共。所以我当时我就想讲，
即敢是我搁要住的所在，因为我进前去到台中是足介迄个城市，我拢讲迄个城市的人，除了伊是都市以外，其实我感觉大家拢是那真卡人安尼。是我有真侪即个朋友，因摆去迄个台中读大学了后，因就感觉讲，台中真正是一个真好徛起的所在。对啊，对我来讲足自由的，你知影，就是伊嘛袂讲安尼足钱的啊，是安怎人就是拄啊人安尼，车嘛人啊，拄规个城市佫真宽，路嘛真宽。啊，我想读大学时，我就感觉哇，这个都市安尼，袂输那真卡咧，但是伊是一个都市，啊，生活品质佫袂歹。但是过来过10年以后，就差4、5年前的时阵，我就感觉袂使了啊！这个所在哪会，大家拢一直想要发展。所以因为你人讲，即个都市一直在发展，啊，毋过迄10几年，你嘛是人生大改变。你阵仔在看台湾，佮看土地，会眼光无变，所以就感觉教袂落来嘛。对，但是足讽刺的是，我当阵对彰化一个高中生去到台中读大学的时阵，我其实是足向往迄个都市的生活的。我拢讲，我想要伫咧台中市遮，我要做一个中产阶级的，啊，我伫遮上班啊，住伫遮，买一间豪宅啊，啥楼啊厝安尼。我当时是这款想法的，但经过10年、10几年以后，我思想无共。佮经过我咧参与遮个农民运动、土地征税的运动，我规个价值观拢无共。所以你莫讲人台中的改变，你家己应该是有更较大的改变。应该是我家己改变，应该是遮人无改变，是我家己改变啊。所以较会起心动念，想讲要倒转去彰化。迄当时我就其实有半年的时间哦，尾后有半年时间，我捌去过迄个新竹的峨眉，峨眉迄个所在，我捌伫遐住半年，对一个迄个客家的歌手陈永涛，我对伊伫遐住半年。迄当阵我开始思考讲，人应该是爱甲大自然住做伙，人应该是爱甲庄脚这种所在，土地住做伙。甚至我想讲，这才是我家己想要爱的生活。但是这跟我细汉想的是倒反的哦。我细汉想讲，这个所在安尼啊，拢未发展，拢未进步，未流行，阮来都市好啊。但是迄个时阵我都唔知啥路都。伫迄个峨眉迄个所在，雄雄安尼夹一个感觉哇！我较介意我细汉迄个感觉呢。我感觉迄个时阵，互我真快乐呢。逐工面对的是田、是树啊、是水圳、是遮的做事人，啊，大家拢真单纯。所以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你家己本身心内的这个观念、这个想法，完全改变了吧？对，完全改变，而且改变到我边仔，对我的同学啦，是讲阮厝里人拢，大家拢惊到，那你也向往变一个人安尼。啊，你进前拢讲你要去台北拍拼，我以早拢一直甲我母讲，我听迄林强迄向前行，我要台北拍拼，我要去遐唱歌，要创啥？结果向甲我母讲，我想要跋转去彰化呢。因为你迄10年来，你也伫遐，嘛是讲是参与社运啊，站街头啊，甚至熟悉遮个算作前辈的一个歌手，包括听讲黑哥嘛是对你有所影响。有啊，黑哥可能我算黑哥，这5年来对我影响真大一个前辈啦。对，我其实我进前伊咧想要发台南迄张的是进前，我其实毋捌这个人。甚至伊拄啊台南拄出版时，我搁咧想讲这是谁？一个想讲是一个老伙仔咧唱台语歌，结果想讲啊，咱大我10岁尔。我是过来去高雄学聊，大家啉酒啊，攞熟识，啊熟识伊就加一寡我电话啦，是 Facebook 了后有较尾后较定去接触以后，就发现哇，这个前辈虽然是看起来较老尔，但是。伊真正有真侪物件通我学啦。真正看到亲像恁，啊，亲像黑哥，因安尼对即个台湾即个土地有关心。即个时阵嘛，要来请你来演唱一下你家己所写的歌。写天高，写地，写你
顺圆圆的水源地。望天搁望地咧，望阮这当球啊，修成无问题。落落咧水啦，感谢你来听惜故乡的做田人。水头流甲水尾咧去啦，无田园厝地啊，世世代代永流传。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田地市场啊，予咱的子孙啊万万岁。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土地饲土地，予咱的粮食好开花。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田地市场啊。水啊水，你要流去地，予咱的子孙啊万万岁。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土地饲土地。水啊水，你要流去地，予咱的子孙啊万万岁啊，万万岁，万万岁。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田地市场啊，予咱的子孙啊万万岁。水啊水，你要流去地，流入土地饲土地，予咱的粮食好开花。望水，这是你参与到进前遐尼济的空间，包括着一寡农田的定收，甲这水的空间所得到的嘛？对，这条其实是咧写溪洲，写溪洲，一条叫刺仔鼻圳，中科要去遐抢水的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安尼不断地一直地参加一寡即个空间，甲一寡有需要去赞声的所在，对你来讲有较侪刺激。有啊有啊有啊，其实我其实真正感觉家己做幸运的，当做这样工课。对，因为我工课就是写歌写咧，吉他扎咧，车开咧，咱就来倒位讲倒位需要空间，倒位有啥物代志，咱就去遐唱，咱去遐唱。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讲上重要，毋是讲我去唱，是讲我去唱时，我熟悉着遐个人，我熟悉着这个议题。变成讲刺激到我讲有反省什么款的价值观，什么款的观念，还是讲遮个人，我伫遮个人身躯去学着什么，在地遮个做事人，还是讲我去参加这人的自救会，去因啥为着这代志要抗争，这自救会，有虽然有家己的家庭一寡故事，其实我拢有法度去了解。以前我做土窑，我是一个庄下囡仔，即马我感觉我做幸运，我是好佳哉，我是伫庄脚大汉，我会当脚踏实地，真正是实地呢，脚踏咧土骹，伫田里安尼走，树仔骹安尼顶拿安尼软，是遐个成长的过程，互我遮养分。无了时，如今故乡有苦难事，流浪的囝儿啊，做伙来转去。2015年，阿达登去请用伊大汉的故乡中华，伊讲伊把外滩家己无法度伫故乡唱歌，所以返乡脚踏故乡的土地，甲在地朋友博感情，做伙为故乡来打拼。伊过去，阮伫咧演出的时阵，我拢一直咧甲大家推广讲，少年人应当当伊家己的故乡。我拢一直讲，我嘛拢安尼写。
啊，写的歌我拢定咧讲土地的代志，而且我过来写真侪关于讲落水溪水准的歌，其实我拢咧写家己中华遐的代志。啊，过来我想讲，啊，你写，其实永远拢无法度转去生活这个来是互我感觉足艰苦的。对，而且我较少年的时阵，我拢有一个梦想是，因为阮伫庄卡大汉的囡仔，较遗憾的是讲，阮遐资源较少。所以我拢到高中以后才去学吉他，啊学的吉他去到台北以后才发现，哇，人个拢是，迄毋才叫做弹吉他，你知影？这是规个拢看到原来世界是安尼。所以我迄当阵拢会想讲，我无希望讲阮故乡的囡仔后一代会阁甲我共款。阿爸，哎，哦，洪正，这边的有机农夫。算来到这边第一个交到的好朋友。阿达讲回乡4年上美好的代志是熟悉一阵地方的好朋友，伊即摆把心思放伫地方的山川、河流、故乡的点点滴滴。伊讲未来要为地方写歌。未来我较想要写一歌较易水、田中人有关系的歌，家己伫遐大汉的，而且遐的代志，我想要甲写出来。因为咱过去咧读历史的时候，拢无读家己的。春时啊，还是乡志啊，拢无读这种物件，对。但是我就想要甲我物件甲写出来。想起当初少年时，为着理想行向大都市去，青春鸟仔来飞出去，思念故乡在半暝。阿达家己响应青年环境，嘛互有同款理念，希望会使转去到故乡，为地方带来希望、带来转变的少年人，真大的鼓励。逐工咱讲，这世界无好，故乡无好，其实想看卖家己嘛无转去，所以伊甲大家讲，伊即马去要转去伊的故乡。我5当前我嘛转来我的故乡关西，我是感觉有真侪困难，转来了后，伊做真侪代志嘛足简单的，无遮尔困难。阿达讲的，转去故乡，然后去过你的生活，甲你的身边的人讲，其实阮嘛会使活了足好的，所以足感动我的。我是完全靠音乐赚钱的。而且我活得很好，我是很努力的要证明给很多的爸爸妈妈看，说其实小孩是可以从事文化工作的。台湾其实在改变，你要相信，恁囝啊，该音乐、该舞蹈、该翕相都可以。农村武装青年的乐团编制正我，除了大提琴手雷军是阿达的牵手，最近这3年，佮歌手玉维、李欧、志军的教你，因拢讲阿达影响因真大，嘛，互因有真大的感动。我大学到研究所，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足乖的囡仔。系啊，就是人叫我创啥我就创啥。我迄阵就是听到阿达伊的音乐，这音乐就特别的。那时候刚好318学运，也有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学校你学得到，或是学校会告诉你的东西。家己的全部拢奉献到伊的土地，然后音乐作为力量，我感觉安尼就伟大。天空海洋。即摆阿达是用愈来愈温柔的歌声，坚定的信念，唱出故乡的代志。伊讲会使用母语来唱歌，伊感觉非常的骄傲。也毋过，伊是真烦恼，伊拼命写出来、唱出来的歌，未来恐惊会愈来愈侪人听有。我最近就是甲谢明佑老师咧讲这样代志啊，就跟他俩一直写到尾，结果人拢听无啊。啊，咱都是写好像听的。这我这真会烦恼，但是。嘛，真诶，阮会想要伫个地方去推广，比如讲我去社区唱歌时阵啊，迄种阿嬷咧听嘛，我拢甲阿嬷讲，拜托你，当伊甲你诶孙仔，请你用台语讲。生活，家己的主张，家己的尊严，家己的土地。阿达要甲你请教，真正倒转到故乡，实实在在伫遐生活的时阵，有关系无？心真正有安静落来吗？
足管事，嘛足安静，而且是对我即摆已经第4年啊，是一年比一年搁较管事。迄时阵真侪朋友拢，我搬去时阵啊，有足侪朋友拢足好奇，你也搬来庄脚拢来住，你知？来住第一天足欢喜的，哇，恁遮会晓度假啦，度假第2天人讲伊想要转去啊，无聊。无聊。嘿，人讲你要继续住落去，我讲就住，我细汉就拢伫这种所在啊。真个是到到即摆第4年，我感觉也是感觉讲这个所在才是属于我的。哦，这真正是。足快活的哦。真无共款的这少年人，所来大多 TVC 啊内面有哪讲到，有哪讲鼓励遮这少年囡仔，也是鼓励是我做父母的，真正是看到家己囡仔爱音乐、爱创作这部分，啊，用一个即摆流行就是文创啦、文创啦，吼文创啦，吼。啊，看到讲鼓励这父母啊，看到囡仔去做文创，就是互伊安尼母的。啊，毋过我讲一句实在话，对着父母来讲，要做这代志，真正拢是嘛是挑战。是啊，拢是挑战啊，真个。但是因为我家己最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种一个社会，要有梦想。因为你有梦想，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梦想，甚至梦想会当有迄个环境，互你去做出来。我感觉这个社会是真美丽、真了不起的。是，毋那是为着要食饭这件代志，为着趁钱这件代志。毋那是为着这。毋那是为着这。你当然伫这条歌的这 MV 内面，尾仔你有哪有顶完下一句就是家己的文化、家己语言、家己的土地伫遮，这是你这几年上深的感受吗？是啊，其实迄几句话甲迄条吹啊吹是我做紧迄条这个专辑的上主要一条歌嘛，是我上主要想要讲的代志。对，就是因为我感觉。我是1980年出世的，我感觉对阮这个年代到今嘛，台湾是一个长进的一代啊。对我来讲，我感觉我台语会当讲到安尼啊，已经算袂歹啊，你知无？真正是生得厉害啊，真正是生得厉害啊。系啊，所以阮是长进的一代啦，所以我一直最想要做的代志就是，这是一个足关键的，阮这代。未来到底是会安怎？咱的文化，我都去追求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其实，阮是爱一个责任真大的一代。这其实毋是干那讲是一代，其实这因为来对顶头翻头来讲，就是讲，伫个爸母迄一代，因就无法度，可能伫无法度，也是伫个读册时阵，都无法度好好用家己的语言去讲话，去创啥话，所以。你莫讲啥，像一庄脚所在，可能细汉囡仔拢无咧讲台语。无啊，我即摆伫阮迄丽水街仔啊，我街路看到咧，阿嬷带孙仔出来，共款咧讲华语啊。我拢想讲啊，奇怪，你早细汉时阵，只要毋是伫学校，学校以外，甚至学校除了甲老师讲话以外，阮甲隔壁同学拢讲台语啊。啊，为啥这种拢无啊？真拢无啊。所以即摆意思就是阿嬷拢互孙仔看去嘛。对。我有问过阮母啊，我讲你莫甲阮这囡仔讲台语啊，我妈讲啊，因都无法度，我来讲台语拢听无啊。所以这讲台语这件代志最重要，啊无亲像你讲的，啊你到时你写这一个台语歌，你唱这一个台语歌，啊到时是要唱互谁听？是啊，拢会啊。我即摆有当时伫二水电中啊唱歌的，我拢会小可问一下，问遐个较，比如讲国中生啦，是讲国校啊，我拢会问讲啊，你听有我咧唱啥无？啊，我讲台语你听有无？真济拢一半一半呢。哇，伫彰化这个所在诶。系啊。那个毋是彰化市诶。庄脚哦，伫庄脚才安尼啊，这是我烦恼的代志啊。啊，但是总是有人要做，我相信这台语这个语言，咱台湾这个土地的这主要的语言之一。我相信讲只要有心的人，安尼继续安尼弹安尼唱，总是会当也个会当跑的。啊，毋过亲像讲做这个代志，对着你家己的未来，啊个咱大多虽然讲着讲啊，你写一条歌，拢爱慢慢啊想，慢慢啊讲去酝酿，安尼。啊，毋过你对着你这个乐团，你有未来有啥物新的想法无？我其实我的企图其实足细，我拢甲希望讲，我就会当安尼实实在在用台语啊去写土地故事，
去写故乡的故事，一条一条一直甲写，一直甲写。啊，有人要听，我就一直写；有人要听，我就一直去唱。啊，唔管讲我即马是有得着奖，还是无得着奖，我感觉迄拢无要紧。我重要就是我希望迄个行动，迄个世界去唱，迄个行动，对农村部中心的来讲是足重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我会希望，比如讲，我会希望讲，我会当到60岁时阵，我也会当安尼去每一个所在唱无。虽然可能体力会较无法度，但是会当互我去，我就会尽量想要去唱，因为我感觉唱歌是一个分享我的理念。啊，伊会一直搭成拖紧啊，一直拖落去。这是我这世人一直在想要安尼一直做。啊，一个真美好的这个梦想甲理想，当然是因为讲真正有看到讲，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互你有安尼养分，有安尼的自尊，互你会当继续搁创作落。对，真正是，我拢感觉做幸运。以前我做土窑，我是一个庄稼囡仔。即马我感觉我做幸运，我是好家仔，我是伫庄稼大汉，我会当骹踏实地，真正是实地呢，骹踏咧土骹，伫田里安尼走，伫树仔骹安尼顶拿安尼软，是遐个成长的过程，互我遮养分。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好家仔，我是一个庄稼囡仔。哇，因为之前嘛有人讲过。讲对囡仔来讲，互伊真正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土地的温度。有当时就是对伊细汉甲伊少年的时阵开始。对啊，尤其是我感觉细汉最重要的。一个囡仔你甲当咧田地安尼，当咧水圳安尼，伊就用伊的身躯呢。我即摆想起来，我感觉我的歌内底有足侪迄款身体的感觉，迄感受，迄真正是我家己。细汉去田地耍的，去水圳耍，迄拢是一个身躯的感觉。就是含这个土地安尼连接，这个物件其实有当时细汉的时阵无想遐济，啊，毋过大汉的你拢欠下啊，大汉了后，这个感觉就拢全部拢出来啊。对啊，所以才会知影讲有偌爱这片土地啊。其实你安尼即马真侪去一寡这个所在去唱，有当啊当然，咱讲一个表演者，有当时可能爱这个普仔声鼓励，有的是你想讲马紧，不管人多人少，我就是去唱啊。我自头到尾拢是这种心态。我拢讲，只要有一个人想要听，我就愿意唱。我嘛不爱讲，今仔来那几千个，拢是一过客还过啊。安尼我顶多较无迄个成就感。我甘愿讲，其中有一个做认真听就好啊。我就一直唱啊，就安尼一直唱，把你的想法透过这个歌词，透过你的歌，望会当唱甲，互更较侪人目睭有哪对你拍开。对，这其实甲我以前读迄个体学是有关系，因为我体学就是一款，伊就是互你耳仔拍开，目睭拍开，头壳拍开，一直拍，而且是有。真侪窗仔你会一直拍，所以我咧想讲，为什么歌袂当安尼？歌应该嘛是会当互人听了以后，哇！你看你目睭紧去，耳仔听着啊，头壳想着啥拍开啊，一直拍，而且一直拍。我就是想要做这样代志。亲像你这个团员应该嘛是互你拍开啊。我听人你讲嘛是互你拍开啊。应该是对啦。因大家嘛是，其实阮大家拢真互相鼓励啦。互相拢会去分享家己的想法啦，对，我嘛是伫因身上得到做这代志的。你太太有那是因为认同你的理念加入你的团吗？伊一开始毋是哦。哦。对，阮太太伊的成长的背景甲我较无共，伊算是迄种真乖巧的囡仔。妈妈讲啥伊就从啥，拢读上好的高中、大学安尼一直去伊的。对，甚至伊早嘛毋知啥物叫做空间，啥物叫做摇滚乐，伊拢毋知影。伊是熟悉我以后，伊是先讲想要你来做乐手，伊嘛爱音乐，但会知你来以后，我音乐是变叫。我看其实这个，因为恁的表演，伊的大提琴都是伫安尼，豆豆啊球、慢慢啊球，这是含恁这变叫有哪？我感觉这呈现出一种有当下感觉是一个反差啦，啊，毋过嘛是一种无共的这气氛对无？
我拄啊好，阮两个拄啊反差真大，但是阮的讨论，迄有一个互相弥补的迄个过程啊。所以讲这个过程就真好耍啊。所以这几年来呢，阮伫音乐面顶，还是讲人生的理念，种生活中的一寡价值观，阮拢会一直讨论。啊，我可能就会无像以早呢，气压呢。是。啊，伊可能就开始想讲啊，有真个代志其实是会当思考的。真的互相相放伴嘛，这嘛是另外一种相放伴。对，互相相放伴，对。是咱今仔多谢这阿达吼来甲咱今仔节目内面来甲咱分享伊这一路行来，对一个愤青安尼一路行来，理想理念无变，啊毋过这个人讲这个做法有更较实的一寡想法甲做法出来。啊，毋望这阿达，恁会当继续为台湾做出更较侪好听甲真正会当讲颠调的歌。啊，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顶真人物，咱再会。台湾是一个真多元的社会，啊有真侪无共款的族群，做伫这片土地上来生活，啊讲无共款的语言，但是过去咱的教育一直甲人讲，咱来讲同一款语言，做同一款人，所以这几年我咧做这样代志，就去找家己的根。所以我拢会希望真侪朋友，大家做伙，咱来找家己的根。你也是讲台语的，讲客语的，讲原住民语的，甚至是迄个新住民，咱感觉咱拢会当去找家己母体的文化，好好啊去找咱祖先所传承予咱的文化。这是一个找根的过程，但是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因这个困扰是对我最上大的困扰。20-30岁以后，30几岁以后吼，差不多40岁哦，上博士班的时，阮老师在讲，哦嘿，这个囡仔就是所有学生内底哦，包括代博士生啊，同学安尼，到了会上巧的时，我当安尼目屎来做一个拢流落来，阿妈就讲有啦，免过念啦，我拜托一下，家己就要爱惜家己啊，唔通安尼假鬼假怪。